全部馬匹準備妥當。第7場4班1650米國際騎師錦標賽第3關準備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啦，咁啊前面快嘅馬有呢隻元豐泰啊，咁啊內欄位置無敵猛將，中間淺藍衫呢，仲有珍珠王，出邊無敵王者大愛當馬利多啊，白衫白帽仲有純彩啦，入邊呢就係呢個爪皇飛電噶。後一浸嘅馬啦，先有金角龍華綠豆爽啊，尾三五星探過，尾二綠色衫呢就係呢隻超群名區啊。咁啊暫時殿後仲有出閘唔係好爽嗰隻就安打嚟噶。好啦，咁啊過呢個呢就係滿貫彎啦，前面帶頭有元豐泰喺中間，但係內欄有珍珠王，出邊呢就係呢隻無敵王者走埋上去。第4位呢有呢隻爪皇飛電啊，再後邊嘅馬啦，內欄灰馬呢就係呢隻無敵猛將啊，再中檔位置啊純彩啦，出邊馬利多呢已經係3搭噶啦望空啊，後啲嘅馬尾5到啦，咁啊粉紅衫嗰隻呢就五星探哥金角龍華，咁啊再後邊有超群名區，出邊安打包咗落尾呢就係嗰隻綠豆爽嚟噶。好啦，咁啊跑過去對面直路嘅中段啦，前面帶頭嘅馬有呢隻無敵王者啊，咁啊佔先咗第1個身位元豐泰，第2位內欄珍珠王啊，咁啊連2搭都唔要，走出去3搭喎，有隻呢個爪皇飛電啊，最出仲有隻馬利多，中間白衫白帽就純彩無敵猛將灰馬搶喺內欄噶，咁啊響外邊金角龍華，後啲嘅馬超群名區啦，咁啊仲有安打啦，尾二五星探哥包尾呢就係嗰隻綠豆爽啊。好啦，入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透出嘅馬有元豐泰，咁啊內欄無敵王者啊，外面馬利多上緊嚟，內欄仲有呢隻無敵猛將都慳晒位噶啦，中間位置呢就係呢隻純彩啊同埋超群名區啊，鬥到嚟最後200零米啦，前面透出嘅馬有珍珠王同埋呢就係呢個無敵王者啊鬥緊啊，中間超群名區出邊就係呢個純彩啊，接近終點，超群名區直追珍珠王啊，第3名嘅馬呢有呢隻無敵王者啦，出邊呢就純彩啦，內欄呢無敵猛將都係近噶，咁啊結果呢就珍珠王呢就出咗嚟先，追緊佢嘅馬綠色衫就係超群名區，咁啊都追佢唔到嘅應該。第3呢有無敵王者同埋純彩呢就好接近噶。珍珠王福永又一又贏多關，超群名區第2，第3呢就好似係開變隻純彩啦。係啊，不過都仲要電眼判決嘅，臨尾打到30幾蚊啊！呢隻珍珠王轉嚟谷草開齋啦。哇！嗰幾百萬飛唔係講玩嘅喎，但係佢沿途嘅際遇真係好到不得了㗎啦。出咗嚟跟住，俾佢攝咗入去喎嚇，咁啊嗰度攝入去個位都幾特別嘅，因為你見到爪皇飛電一早霸咗蘇銘倫，跟住唔要你埋嚟咧，我同你交換。我哋再嚟呢個大賽鏡頭睇下福永又一兩 win 啊！即刻睇下佢點跑，3檔起步。好順啦，第一隻彈出嚟啦嚇，冇話因為之前啲情緒受到影響啦。咁啊中間有隻元豐泰嘅等前面啦，然之後開邊咧，我哋見到無敵王者啊。咁啊睇翻入邊就爪皇飛電啦，咁跟住就係無敵猛將啊，最出邊仲有隻馬利多，跟住純彩喺中間嘅位置白衫嚟嘅。63尾5嘅位置就係嗰隻超群名區㗎啦，嗰隻唔係嗰隻金國龍華嚟嘅，咁啊開邊係綠豆爽，後邊先係超群名區，跟住五星探戈同埋安打個尾嘅。分咗2陣嚟跑嘅話，無敵猛將就喺中間咁啊，前後各自有幾隻咁啊。咁啊，爪皇飛電一早都已經霸咗珍珠王個位㗎啦，佢係自己唔要，然之後轉咗出去2搭咁即係點咧咁？可能唔熟隻馬啦嚇，或者係指示都唔定啊呢啲。2搭都不特止啊，去到對面仲望空埋添。呢度3碟啦呢度。係啊，都好似咩都唔使講喎。所以純彩啊，一聲唔該我攞咗你個位嘅。都好慢啊！你睇下潘頓啲手勢就知㗎啦，捉到拖到好實嚇。我以為元豐泰會走多啲嘅，結果佢又唔係。又係順走啦，馬利多出。咁啊，所以令到隻珍珠王嘅形勢就真係好正啊！有3隻馬包住，最緊要開到嗰個位咯。如果開唔到啊，咩都唔使講，而家開到就 O K。超群名區係好嘢啊！子健都揀到呢一隻，自己就覺得上一次跑得唔係咁好啦，但係今次莫雷拉唔同嘅。都一度以為開唔到㗎。佢係跟住可能俾人打到個頭啊，係啊，冇錯。開到條路俾隻超群名區上嚟啦。純彩都恰如其分啦，跑翻個第3。
都係又係唔係特別叻嘅馬。嗱，安打開邊再一次係咁啦，萬披星追得好啊，2次都係咁啦嚇，特別留意。分段時間頭段就偏快少少啦，27秒半，跟住第二段、第三段就好慢，24秒72，第三段仲要慢咗成秒添，25秒16，末段24秒2，總時間1分41秒58，慢於標準時間接近1秒。